凯比风台影响到南台湾，其中一个山区的高雄桃园国中受损是真严重。因为这山顶的土石规个放落来，也那这土山呢，拢灌入去教室内面。即马总算等到这路会当通啊，国军是使用这大型机具入来斗清理。教室内面全部拢是水，桌啊、椅啊全部拢歹去，阁有大量的土沙。唔那教室，连走廊嘛变做石头路。风台过去几若天啊，桃园国中游玩是遮尔惨。桃园国中也是即届风台损害上严重的学校，桃石流是冲入去教室。校长表示讲，这是800风灾过后学校灾情上严重的一届。河道淤塞，然后导致水流改道，所以直接冲到学校的教室跟我们的操场。因为看学校这么惨，有点难过，想要尽快让学校恢复有状。唔那教室，连那球场活动中心，即马也搁咧淹水。唔那老师、囡仔、国军，搁有居民嘛做伙斗相共。目前国军是派20位陆军，搁有几若台大型的机具进行清除。桃园国中总共有51位学生，加在即届无人受伤。风台造成山区崩落，唔那影响学校。30透早，公路局提早抢通梅山口甲向阳的路段，早起7点就开放。桃园3里的居民总算是恢复对外交通，不过路敢若开放予居民甲救灾使用，通消透民生甲医疗需求。大量的一个运输车辆及物资初期的话，由于工区还有一些落实不断的一个区块开放的初期，我们会做管制。目前桃园区公所加派人员甲大型的机具协助校园的清理，希望会当量早甲校园清理好势，互囡仔会当顺利开学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